这是一个何等恩典又开心的一个时刻，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可以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预备我们的心。不管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或者是困难，但是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就是要来瞻仰他的柔美。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再看我们的软弱，不再看我们的环境，乃是单单的要来注视他那个荣耀的宝座。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谢谢你，你是如此用这样子慈爱的声音在呼唤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主你总是在等待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用这样子无条件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也真的是要将我们的心敞开。主啊，因为你说你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你必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你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对你说，我们的心在这里，我们要向你来降服。我们的心在这里，我们的心要在你的里面被你来唤醒。主，求你来擦干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的眼目被这个世界的一切所摇动的时候，主啊，你来吸引我们的眼光，叫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你来恢复我们的心，叫我们不再被那些控告的声音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因为你说你看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主，你看我们是透过耶稣所付上的那个代价。主，因此你看我们是宝贵，是尊贵，是你所拣选的祭司，是圣洁国度的子民。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主，愿你喜乐的心现在就来充满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不好？站起来之前对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真光，是我们所追寻的那个光，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拍手。一起来敬拜。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思念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主你思念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里，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生命，你伸出大的双手，是把你
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再次宣告，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举起我们的手，你伸出大能双手。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你本身你就配得。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用我们的口，我们用我们的心。因此，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向你做这样的祷告，我们渴望来贴近你的心。主，我前来敬拜你，我贴近你心，你赐我生命气息，称我为你的儿女。主，我前来敬拜你，让我灵向你苏醒，献上我全人全心，愿成为馨香火祭，我未曾心切，你依然是我手造为要荣耀你，主你深知我每个意念，我降服自己，由你掌权，唯有你圣洁和公义，唯有你配得大赞美。你担当了我的罪，洗净我的污秽，唯有你心事不改变，高举你生命到永远。向我们的神来献上我们的心，来到我主，来到我主宝座前，专心瞻看你容颜，你脚下放下冠冕，赞美你直到永远。未曾心切，你依然是我手造为要荣耀你，主你深知我每个意念，
宣扬，配得赞美，配得赞美，坐在宝座的圣洁羔羊，你配得赞美，配得赞美，众天使和长老要宣扬。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高举你的圣名。你是我们的开路者，是我们所跟随的那一位。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渴慕你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更多的渴慕你来完全得着我们的心。全能神在这里运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全能神运行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再次全能神，全能神在这里运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全能神运行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行神迹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神。你是开路者，行神迹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神。全能神转化我生命，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全能神守护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全能神转化我生命，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全能神守护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
我神，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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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神，这就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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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即使我看不到你人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人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即使我看不到你人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人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开路这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神，是的我神。开路这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神。你是开路这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神。你是开路这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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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即使我看不到你人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人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即使我看不到你人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人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即使我看不到你人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人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即使我看不到你人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人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开路这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神。你是开路这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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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这就是我的神。
我们的环境，在我们所到之处都要带下你的能力。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你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开路者。所以我们相信，在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每一次向你倾心吐意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看见你美好的带领，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神，当我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你就再一次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这个时候你正在运行，你正在动工。神帮助我们在今早的礼拜当中，我们再一次要来与你相遇，再一次要经历到你是那位开路者的神，再一次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来做新事。神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对你的回应，让我们更加与你亲近，也透过与你亲近，与你建立那美好的关系，我们就更加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应你在我们身上那摆放美好的恩典。愿你带领我们早上这场礼拜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也愿你的圣灵运行在这个地方，亲自来造访我们，亲自来感动我们，亲自来鼓励我们，亲自来安慰我们，亲自来造就我们。愿你带领我们早上的聚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时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章42到45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全体信徒继续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献诗请信会小组，他们要献的诗歌是《永远住在你的家》。
献诗后，请曾牧师讲道，他要讲的题目是“我们是教会系列4彼此相连的教会”。在你眼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透过这个信会小组的诗歌的赞美，那我们也再一次学习，也再次领受这美好的信，就是我们永远住在上帝的家。那我们在上帝的家中，去领受到他的爱，领受到他的恩典，也让我们真的在上帝的家当中，我们得着生命当中的饱足。愿上帝赐福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当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家，回到教会，一起参与这个聚会，让我们真实的有所领受，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可以从神那里得着饱足，得着能力。过去这个礼拜，台南几乎都在下雨啊，就整个南部都在下雨，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利，没有受到雨的影响。那但看新闻说，接下来在南部也还是会有一些雨水哈，所以大家在这个出入的时候，愿上帝保守大家，在这个天气变化多端的时候，真实的得到上帝的平安跟保守。那同时也感谢大家，在上个礼拜在南部下大雨的时候，牧师跟一群青年，我们到七美去，进行一个短宣队。那很多人很关心我们，就是到底在七美到底好不好？因为台南都淹大水。那在七美，我们在小岛上，我们会不会困在那边？会不会回不来？但感谢神，其实我们在七美那里呢，那几天我们还有出太阳，然后我们还有下雨啦，但是下点小雨哈，所以。一切的这个行程都还算是蛮顺利的进行哈，所以也感谢弟兄姐妹对这群年轻人的关心跟带导哈，让我们出入都很平安。那当然回来那个比较颠簸一点哈，因为回来刚好要回来台湾本岛那个海浪很大，所以这个一路上大家就是也是这样子东倒西歪哈，回来每个人下来闽东北顺顺哈，就是晕头转向的哈。不过感谢神。还是感谢神，让我们顺利的去，也顺利的回来。然后也谢谢大家在就刚刚讲在祷告当中，也这样子扶持这群年轻人。那也谢谢很多弟兄姐妹哦，有些人也真的是提供很多帮助，打电话来关心。那我们当中又有人呢，在我们出发前就透过这个货运哦，寄了1箱芦荟膏，不是芦荟膏，芦荟霜给我们，怕我们晒伤。就没想到刚说都是下雨嘛，阴阴的，其实没有晒到哈，我们留着明年继续用哈，留着明年继续用。好，但感谢神，那我们特别让这群青年哈，在暑假的尾声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很好的体验哈。那也愿上帝继续赐福这群年轻人，那也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真的在不同的世代、不同年龄当中，我们也透过不同的服事、不同的学习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去经历上帝美好的作为。好，在我们开始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神帮助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亲自来感动我们，愿你的话语亲自来触摸我们的心，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这其中的亮光，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每一个人的鼓励。愿神你在你的话语当中，也亲自来动工，来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产生那美好的影响力。愿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焦点完全的来转向你，不受任何的事情所干扰。在这个时刻，我们单单注视的就是你，我们单单所注视的就是要来你的话语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的圣经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那其实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的这段经文，过去几次的分享一直在用这段的经文，在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那特别在这段经文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彼此相连的教会。我想我们教会刚过完50周年的这样的庆典，那好像感觉过了很久了，好像感觉过很久了，但其实也没有哈，其实也才2-3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情啊。但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过程中，我们在文化中心，我们有举办一个感恩的音乐会，在晚上我们也有一个餐会。那当然在更之前上半年，我们有非常多一系列的活动。那这些活动、这些聚会或者是这些庆典，我们知道它不会只是好像放烟火或者是一个活动就结束了，
他仍然会继续带着我们教会前进，如同我们教会在今年50周年，我们的 slogan、我们的标语一样，叫做“富强50，向神奔驰”，代表我们的教会是继续奔驰下去的，我们的教会是继续向前的，我们没有只停留在这一刻，而在教会继续要向前，继续要不断向神奔驰，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继续的学习，也一起去建造一个合神心意、让神喜悦的教会。所以，我们将要一起来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彼此相连的教会。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今天没有读到，但你对圣经稍微一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在这个经文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些使徒们他们开始讲起方言，许多人听见就说：哇，他们怎么会讲我们地方的语言？他们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于是圣灵的感动当中，彼得站起来对众人传达了耶稣基督的信息，传达耶稣基督的拯救福音。于是当彼得说完这些，在使徒行传第2章41节，许多人就领受了彼得所说的信息，并且接受洗礼。在那一天，信徒就增加了3000人。在那一天，信徒就增加了3000人。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里面，就是单那一天，很多人因着在圣灵里的感动，很多人因着认识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很多人就受洗了。但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是：那这3000个人，他们是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地方来过五旬节，他们或许当中有些人是认识的，但我想这3000人当中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们的教会大概有400人到500人左右，我想我们也很难认识到每一个人，我们也很难去知道每一个人他的喜好，每一个人在想什么，或每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故事。但在这个初代教会有3000个人，这3000个人他们原本也都互相不认识，但是什么样的原因，他们为什么可以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什么可以在那里？我们刚读的经文说，他们凡物公用，互相的分享，一起生活，一起吃饭，然后把需要的分给那些困苦的或者是贫穷的。他们怎么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我的生命跟你的生命是因着耶稣开始产生关系的。如果这3000个人他们一开始聚集到耶路撒冷，他们只是说啊，家就这人就触鼻，这边很多人好热闹哦，我们来凑热闹来看看。或是这里有好吃的，有人在发食物，有人把他的东西拿出来给我，所以我来这边领东西，或是我来这边就看一看，然后我就走了。如果这3000个人是带着这样的心态而来，那这3000个人应该很快就散掉了。但你看见这3000个人，他们不仅没有很快的散去，他们反而在那里一同生活，一同做出了一个不一样教会的模式。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同样是我的生命跟你的生命，都是因着有耶稣基督而产生关系，不是因着有什么利益，不是因着说这里有什么好玩的，这里有什么好吃的，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或者是这边对我有什么益处，所以我才在这个地方。而刚在经文当中，我们一直读到一个词一直出现，叫做团契。我们刚一直读到一个词出现，叫做团契。而这个团契这个词，在我们教会要慢慢走向转型之前，我们的教会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团契。我们有松联团契，有社青团契，有夫妇团契，有姐妹团契，有少年团契，有各式各样的团契。所以团契这个词在教会里面其实并不陌生，但是在经文当中所出现的团契这2个字，不仅仅是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就是一起生活，一起聚会，一起吃喝，一起玩乐。更重要，它有一个深的意涵，代表它是共同的参与，代表它是共同的分享，代表它是共同的承担，代表它是共同的连结。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他们专心的跟使徒领教，参加团契的生活，全体信徒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或许我们就想说，哦，他们就是一起聚会，他们就是一起唱诗歌，一起敬拜，然后一起分享，然后跟我们想象的小组好像有点类似。但其实更不一样、更深的是，他们参与在彼此当中，
他们分享在彼此当中，他们互相承担彼此的生命，他们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所连结。所以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也盼望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在这个初代教会的精神，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或者让有新的朋友走进我们教会的时候，也真的感受到，哇，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家，这个地方每一个人彼此的连结，每一个人互相的分享，每一个人互相的祝福是多么的美。所以第一个我要透过这段新闻跟你分享，第一个我要跟你分享，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家人。第一个我要跟你分享，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家人。在一开始的经文，我们读到，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42节，他说到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的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刚刚说到这个团契这2个字，它更深的意义不是只有一起聚会，它更深的意义是一起分享、承担、连结。所以团契的生活更深指向一件事情，更深指向是我们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团契的生活，它更深的意义是说，我们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就好像如果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原生的家庭，你跟你的父母亲，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你们有血缘关系。当你们有血缘关系的时候，你就发觉哦，原来我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你就知道你们是有关系的，你们的生命是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你们生命一部分是有连结的。但是当然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血缘上的关系，我们不是这个真正的在意义上的亲人或者是家人。但是在教会的生活，让我们也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纵使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纵使我们不是那个法律上所说的那个亲属的关系，但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这次青年一起到七美去，我们其中有一个服事，我们是要到这些教会的长辈他们的家里去做探访。那我们去探访了非常多不同的家庭，然后听到了非常多这些会友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会友，有一个妈妈，那这是另外一组青年他们去探访回来告诉我，他们去探访那个妈妈，那个妈妈现在大概70多岁，她大概70多岁。那她在她年轻的时候，也不能讲年轻，她还小的时候，大概12、13岁，她就被嫁到了七美。12、13她就被嫁到了七美。那我们这次去的青年有一些可能14岁、15岁哈，所以他们听到那个故事，他们吓了一跳啊，就是哇，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哈？好，那这个妈妈在分享说，她刚到七美的时候，她每一天都哭啊，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被嫁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她的先生是一个长她非常多岁的一个退伍的一个阿兵哥，所以她来到这边每天就是哭，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教会附近那时候村庄就也就是这个大家都互相认识，然后都知道嘛。那于是教会那个时候很多的小孩，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听到奇怪，那户人家怎么每一天都听到有女孩子在哭，然后就听到什么女孩子都在哭，于是他们就好奇，然后他们也想要了解。于是呢，当时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就到了这个女生的家里啊，到那个女生的家里。那看见她在哭，看见她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做一件事情，就陪她一起生活，带她认识这里的环境，成为她的朋友，带她到教会里面，让她参与在教会的生活，让她融入在那个环境里面。当然，听到这个故事，这个妈妈现在已经70岁了，她后来我也实际听了一次哦。那个妈妈虽然是笑着讲这件事情，不过我想当时她
在那么小的年纪当中，一定是非常的难过，而且非常的困惑，甚至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群人愿意进到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的生命虽然有一些不完整，虽然有一些破碎，有一些难过，但是却有一群人愿意进到他的生命当中，成为他的一部分。我想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成为教会，成为一个群体，我们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文化都相同，不会因为我们理解的事情都相同，或者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都相同，所以我们聚集在这边。我们也不是只有为了共同的兴趣，所以我们聚集在这边。如果是这样，我们只是一个社团而已，或者只是一个社会的组织，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所以来到教会，不仅只是说啊，我个人我自己要遇见神就好了。我个人我自己来这边亲近神就好了，我自己来这边跟上帝建立关系就好了，其他人跟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来到教会当中，来到信仰的群体里面，其实也帮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彼此。当然，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经历、个人的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没有错。但是更重要，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也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彼此。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彼此的家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9节，保罗也这么说，他说：“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者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不是跟做人客来到这里所在，你是家人，你是跟圣徒同国的，是上帝家里的人。”第二件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分享。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分享。在刚刚44节的经文，他说，全体信徒继续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一起公用。当然，我们刚往后面读45节经文，他也继续说，他们把所有的田产家业都卖掉了，按个人的需要分给大家。当我们看见这样的经文，在现在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我决定要打电话报警。为什么？如果现在牧师说，赶快哦，富强教会每一个信徒，把你的东西分享出来，把你的钱财全部卖掉，你一定会打电话报警，说这个教会有问题。但是在当时，你看见这些人初代教会的，他们说他们一起生活，团契的生活，所有人一起共用。我们要先了解，其实它有一点背景的缘故。在当时五旬节，有很多的人，他们从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朝圣。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朝圣，所以这3000个人不仅仅是原本当地的人，还有外面来的人。所以前面那个在讲方言他的时候，很多人说：“他们怎么在讲我们家乡的语言？”代表这3000人里面，有些是外地回来的。所以当这些外地来的人，他们决定留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原本只是来旅行的，原本只是来朝圣的，所以旅费没了，他们在这里又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所以生活上也会有困难。当他们要留下来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再加上原本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罗马统治他们，收的税非常的繁重，所以原本如果在社会底层比较低阶层的人民，他们的生活也是很困苦的。所以我们了解，凡物公用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范，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教会怎么那么奇怪，这初代教会怎么好像叫大家东西都要捐出来，都要卖掉，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或你说这好像是共产主义，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范，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如果我们想这3000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有接受，每一个人都只要得到，每一个人都只要领受，没有人要愿意分享出去，那这3000个人，那他们只会变成一群消费型的群体，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我要什么，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我需要什么，每一个人都在等待说我这个对我比较好，所以我要。也突然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这是一种生命态度的展现。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期待的都只是说我要得我要的，我只要听我要的，我只要找我想要的，但我却不愿意给予我可以给的，
那逐渐教会里面，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或我们参与的事工小组里面，就只是变成一个在消费当中的群体。当然，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愿意来分享，不是说基督徒你就要变成一个好人，你就要做善事，好像你要做功德一样，并不是，而是我们清楚的先知道，是我们先领受了那位已经把他自己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愿意可以分享？不是说我们高人一等，我们好像品格比较好，我们就要做好事，我们要成为善良的人，而是我们先知道有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我们先领受了那一位他把自己完全献给我们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的分享，不是说啊我有多余的，所以我再给你，这我存的啦。我给出来的，所以我给你，而是说，而是了解，耶稣基督已经将他给了我，我已经先拥有了耶稣基督，所以我愿意给出去。我所有的是因着耶稣基督，不是说这是我剩的，这是我多的，这是我不想要的。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保罗也这么写：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了你们的缘故使自己成为贫穷，目的是要你们由于他的贫穷而成富足。耶稣基督原本是富足的，耶稣基督原本是尊贵的，却因着我们的缘故，让他成为贫穷。他舍己，放弃了原本上帝的形象，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得着富足。所以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不是说不是说啊，我好像施舍，我好像觉得你没有，或是觉得啊这是我多余的，而是在于我们先知道我可以给，是因为有这位神先给了我。最后一个在这段经文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祝福。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祝福。最后这段经文45节，他们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他们把他们的田产家业卖掉，然后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大家。从这段经文当中，你发觉他的分给大家，或是分享出去，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拿的一模一样多。我们可能想说，哎，凡物公用，然后分享，那就是你拿一样的，你拿一样的，大家都拿一样的，这样大家都袂冤家哦，大家用提同款的，绝对袂冤家。但是你看见初代教会他们追求的，或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个模式，不是每一个人都得一样多，他们是看到真实的需要，那个真正需要的被看见了。真正被需要的看见了，不是说啊，这个每个人都拿一样多，那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了，而是每个人很愿意的去发掘，哇，那里有需要，他有欠缺，他有困难，所以我们是一群可以承担彼此生命的人，我们是可以看见别人真实的需要，我们不是只是坐在教会里面的一群人，或者是我们只是来参与教会聚会的一群人。我们是能学习，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承担彼此生命的人。我想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把我们放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在你的小组，在你的服事的事工，在团契里面，在各个地方，把我们放在彼此的生命里面，不只是让我们享受被爱，不仅是让我们可以享受得着，同样也让我们学习可以成为一个爱的出口。所以一个教会的成熟，一个教会在学习如何成为彼此相连，不是说这个教会都很完美，这个教会都没有任何的欠缺，这个教会都没有任何的需要，每一个人在里面好像都过得很开心，然后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任何的需要，而是没有人必须要独自承担他的需要或承担他的难处。一间彼此相连的教会，让我们学习是在这个地方的每一个人，他们的需要不是一个人承担，他们的难处不是一个人去承受，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愿意成为彼此的祝福，让那个真实的需要可以被看见。在这次我们到七美去服事的过程，要出发前，我其实蛮担心的，
那担心的原因不是说天气不好或船回不来，我担心的原因是我们这次去七美服侍，我们要服侍长辈，服侍长辈。那你服侍长辈最大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爱讲台语，爱讲台语哈。那这群年轻人呢，他们在家应该非常少讲台语，不要讲少讲了，可能连讲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啊。他们可能只会哩喝这样子哈还有德虾可能只能这样子而已哈。所以第二件事情我很担心哦，讲伊台语起要安怎？好，那其实我们知道语言不是那么容易哦，真的是要在平常学习才有办法哈。那特别到七美的时候，七美那个澎湖又有很独特的台语的腔，像我第一天去，其实我也听不太懂。像第一天那个牧师在问说你们要不要吃鱼？要不要吃鱼？就他问说你们刚好要吃鱼？我想讲鱼是啥物件原来是鱼OK 好，所以第一个我要去，我很担心就是这些年轻人不会讲台语怎么办？他们都要面对那个阿公阿嬷那在这个七美长大，阿公阿嬷都是讲台语嘛那第二件事情我很担心是，在过去这群年轻人比较多服侍的经验，他们都在服侍儿童。可能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或之前带他们出去参与服侍，也是去协助夏令营。所以如果要服侍儿童，我想他们应该是蛮有经验的，他们也可能不知道怎么做。但现在要带他们去服侍长辈，服侍这些长者，那也没有什么教材，没有教案，然后也不像在夏令营说旁边有老师，然后告诉他们你可以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所以这次他们要去带这些长者，带这些服侍长辈，他们其实都是自己发想的，他们都自己讨论的。他们要带长辈做那个毛巾操带他们做那个音乐的律动然后带他们要做一些手作带他们做一些手工艺，他们都自己去想，自己去发想。所以我出发前我也蛮担心的，就是哇，他们没有这个经验虽然我们出发前有做一点点训练，但实际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当我们开始到现场要服侍的时候，让我看见非常感动的一件事。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说没有说这个台语不要讲，然后在旁边笑讲你在台语黑白讲或者你台语讲不对。凡是当他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台语说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旁边的人去帮他说，旁边人不会帮他说怎么办？帮他比手画脚。当那个东西做不出来的时候，旁边的就去帮他做。当那个好像原本计划快要跟不上的时候，旁边人就补上来。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看见一件事，也从这群年轻人的生命，我也学习一件事情。他们在学习彼此生命的连结，他们在学习承担彼此的生命，他们在学习在彼此祝福他们的生命。他们没有把任何一个人放下来，他们没有说这个这是你负责的，这不是我负责的，而是他们在那个过程，他们真的看到说他有需要了，他需要被帮助了，他们就很主动的去做这些事情。而最后我们要回来之前，我们早上也仍然去一个社区的据点服侍。那我们要结束前到离我们要坐船还有一段时间。那就让这些年轻人他们去放风要回来了，他们有点舍不得就让他们去岛上去乱逛去这个四处走一走。那最后有一群年轻人，他们一起到海边去，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在那里一起跪着祷告，他们在那边一起举手，一起在那边祷告。他们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这边服侍。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几天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几天我们可以互相一起承担。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几天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发觉哇，这群年轻人有新的学习，他们有新的经验。但是更重要，也让我们去看，确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事情你做不好，那是你的事。或者是你看见一个有需要的人，你就觉得那是他的需要，不是我的需要。这是一个真正可以彼此相连、彼此建立关系的，不是说都没有需要、没有缺乏，而是在那个过程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承担。
甚至在经过之后，我们可以一起献上感谢，可以一起献上感恩。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26节，这段经文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一个肢体受苦，所有就一同受苦；但一个肢体得着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喜快乐。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真的在透过今天这段经，我们再次学习，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相连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彼此分享；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祝福。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这时候要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这首回应诗歌后，我们要一起为几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叫做《重新合一》。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重新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重新合一，重新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重新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我们一起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学习成为一个彼此相连的教会，在教会50周年结束，我们继续向前的时候，我们仍然一起建立一个紧密美好的关系，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一起同行，一起彼此祝福，彼此造就，彼此承担的生命。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特别为下一周开始有许多的学生要回到学校，开始新的学期来祷告，求神带领每一位青少年、每一位学生，当他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带着上帝给他们的智慧、能力与他们同在。也特别为了要外出、要离开台南到外地去读书的这些学生祷告，也求神保守他们在外地的生活也有上帝的供应，有上帝的保护。第二件事情，我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我们在这一周，我们看见中国尼泊尔所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灾难来祷告，求神来怜悯，也求神将他的平安来放在当地每一个需要人的身上。最后，我们也为了教会当中所需要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不论是刊登在周报里面，或者是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我们都一起开口来祷告，求神帮助，求神扶持。我们一起开口为这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真父神，谢谢你指带领你的教会，让我们在这每件事情当中，我们真的是看见上帝奇妙的保守，带领你的教会，带领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我们与你相连。我们不仅与你相连，我们与教会当中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建立和好的关系。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学习承担彼此的生命，彼此祝福的生命，彼此分享的生命，彼此回应的生命。带领我们的教会，在50周年之后，我们仍然继续向你奔驰，我们继续仍然在你的恩典道路当中来前行。神求你赐福在这些学生的身上，希望你不要开学，求你保守他们回到学校的一切的生活，他们一切的课业，他们人际的关系，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神，我们相信你都要在他们的前面来开道路，在这个成长旅程当中，你必来成为他们的同在。谢谢你们将每个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来保守保护，感谢你，谢谢你。
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样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是与你紧紧相连，住在你的里面，也让我们学习与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与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也彼此相连，建立那美好生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彼此承担、彼此分享、彼此祝福，彼此在这个教会、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一起见证上帝你的爱，上帝你的同在。所以我们要为了在下一周新的学期即将开始，为了这些学生，为了这些青少年来祷告。神，感谢你带领他们在经过这2个月的暑假，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学习。如今要回到校园的生活，愿神你保护他们，带领他们在新的学期，不论在课业、在学习、在人际的关系，在各个方面，神你亲自来带领他们。也在这个新的学期当中，神你让他们有新的突破，有新的成长，也在你的里面经历到神你美好的作为，让他们透过学校的课业，透过学校的学习，也再次见证到上帝你的能力、你的智慧就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也为了在这周我们看见发生非常严重的灾害来祷告。神啊，愿你的平安，愿你的怜悯临到那个在受灾的中国，在尼泊尔那个地方。神，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感到忧伤，我们也感到难过。愿神你亲自在那个地区所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求你亲自来动工，求你亲自来在那个地方来彰显你的作为。愿你的怜悯、你的平安真实在那个地方，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也将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是此时在生命当中遇见挑战、遇见困难、遇见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将他们全然交在你的手中。神啊，愿你保守他们，愿你保护他们，因为你是他们生命当中的牧者。虽然生命会经历高山，会经历低谷，但神，我们仍然相信你要带领每一个人到你为他们预备那个可安歇的水边，到那个青草地，回到你的安息里面。神，我们将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也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愿神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赐福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是我们要预备来奉献，但我们在请我们的长子要说奉献的过程，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个影片。就是我们在50周年，我们有拍了非常多一系列关于教会的介绍影片。那其中这些影片我们在50禧年的那个餐会有播放，但是在当时的这个用餐环境比较嘈杂一点，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看。所以我们也要透过在奉献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观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其实也是成为我们教会。我们在回顾的时候，我们在线上感恩的时候，也成为我们教会要献给上帝一个美好的礼物。所以这个时候我要邀请长子，我们这个时候来收奉献。那在收奉献的过程，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There is no mountain that stands tall as your faithfulness. There is no river that runs wide as your goodness. There is no mountain that stands tall as your faithfulness. And there's nothing else I'll ever need. All of my days your mercy follows me. There is nothing else I'll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兄姐起立。兄姐，请坐。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本周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报告的事项。周报的第2页关于本周及下周的圣工分配。下周主理是杨佑任弟兄，司理是韩启志执事，其他圣工的负担，请我们自己来看。第3页，本周及上周各牧区小组聚会的讯息，请我们自己来阅读。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代祷团第56期中保代祷的服事开始报名，报名到这个礼拜8月30截止。下个主日呢，2堂礼拜有中保代祷同工差派礼。第2点，本会定在下个主日9月6日，邀请救协救命杨佑任弟兄来分享见证。在9月5号礼拜6会在提摩太牧区聚会分享救协救命。在礼拜天主日的时候会分享我们世界外的世界。第3点，本会定于9月13日邀请刘进展牧师来为我们主持门徒培训造就会。第4点，2025的学年第2学期奖学金已经公布，那开始申请到今天截止。如果符合资格的，请向办公室索取表格来申请。我们看幸福小组跟福音茶会的消息。第1点，本会定在9月6号开始，是我们第9期的幸福小组，7月5号到9月6号小组同工筹备，进行 BEST 的邀请以及同工的训练。9月7号到11月1号有幸福福音现场8周。11月8号到12月6号有感恩节福音茶会，还有福音主日的名人讲座，邀请 BEST 来决志受洗。在12月13号的时候有圣礼典。第2点，为2026年开办的乐活共学营推动顺利来代祷。那他们有预备了几个不一样的班别，钩针编织班是初学班，微光吉他班也是初学班，微光木工班也是初学入门的。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增肌减脂体适能的班别，这个在我们现代大家年纪渐渐增长，肌肉流失很重要的事情。再来有另外几个小组已经预定要举办幸福小组、芷兰小组、三营小组、启动幸福小组，还有喜乐小组都有一些幸福小组的事工，请我们一起来关心代祷。关于门徒培训事工还有研习的消息，
第一点，2026守道心志使徒行传抄写的活动已经开始，目前已经有报名30名。第二点，为了配合这个使徒行传抄写的活动，在9月17号到12月17号，每周是早上9点半到11点半，会进行这个读经班哦，是读经，不是查经哦，读经班，由项牧师跟谢牧师来带领。第三点也是配合这个使徒行传的抄写大家有的人在写的时候字体可能没有办法很要求，所以就有这个硬笔书法特别讲习来教大家怎么写字。第4点，管弦乐团团体班的课程，新一期的小提琴班将在9月的第1周开始上课，时间是礼拜6下午的1点到2点。另外有室内乐的课程将在9月第3周开始上课。室内乐就是说这些不同的乐器组合该怎么来配合。关于哀伤陪伴还有灵魂关怀的事工，也麻烦我们自己来关心代祷。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亲爱的姐妹，大家平安。好，再确认一次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新朋友？好 ，OK， 好。那刚刚诗慧已经帮我们报告的非常清楚那特别是接下来的2周，我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聚会要开始进行。那下礼拜6晚上，我们就会开始邀请杨佑任弟兄来到我们教会做分享。所以礼拜6晚上，还有礼拜天2堂的主日。那邀请大家，你邀请你的朋友、家人或弟兄姐妹小组的同工，大家互相邀请，一起来来听这个他的信息跟他的分享。再来是9月13号，在过去那个礼拜，就是我们邀请刘进展牧师，他在主日会有一个门徒培训的造就会。那下午也会继续接续邀请刘进展牧师，他要分享福音策略的运用。那特别我们知道9月份开始，在我们飞扬教会，我们都把它称为是福音月或宣教月，因为我们有开始不一样的一些福音事工的推展，所以也特别邀请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要进行福音事工的这些小组们，我们一起来参加，然后一起来更多的了解福音的策略。那我们就看见周报有许多不一样的福音茶会或者是这些共学营，其实这些也都是帮助让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邀请还没有进到教会的慕道友或我们的家人朋友，他们有机会一起来到教会当中。那所以这些我们就留意时间，那名额也有限所以我们就要赶紧来做报名，然后赶紧来做邀请。好，那最后呢，一个补充的报告就是，刚牧师在讲到，一直在说到说我们提摩太牧区上礼拜去七美，那有一个很棒的服事，那我们有一个回顾的影片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看看我们在七美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做梦在一起，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
亲爱的主耶稣，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七位。对呀，很高兴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奇异的奇妙的恩典彰显在我们身上，愿上帝的慈爱、天父的保守。小事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有主在我身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身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定天家。摇啊摇回家，嘿，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身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定天家。还描述锻炼家，感谢主带领这些年轻人，那么这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哈。那当然，你最后看那个坐船哦，结束之后，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一件事情，因为我上礼拜在七美教会讲到，我刚好讲那个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那他们就跟我说，我终于懂为什么耶稣可以在船尾睡得着，因为船尾比较不晃啊，那个船头很晃哈，但感谢神，让这些年轻人真的有很棒的一个服侍的经验，然后很棒的一个体验哈。那他们说明年还要去啦，哦，只是明年如果还要去要坐飞机啦，然后不要坐船了哈。OK， 好，但我们继续为这群年轻人祷告，让他们在这几天的学习哈，这样这几天的感动不是只停留在七美哈，继续回到教会当中，回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可以继续服侍啊，继续在每一天的生活都纪念到这样上帝美好的恩典。好，那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请兄姐起立，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诗歌完毕，请牧师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默祷来闭会。